高雄人武即届又搁因为做风台伫咧饮水，居民表示，虽然即届无进前凯美风台时阵饮甲遐尔悬，毋过即届水咧提是有提较慢，质疑这大牌是无发挥作用。那高雄市长陈其迈透早就四界去咧视察，强调要拍拼伫咧3工内清理恢复好势。 喷水扫涂骹，高雄林武区文学西街附近，车站下晡因为风台风雨造成淹水，车时早起天气转好，大雨赶紧拼出来。然后后面的水也灌进来，两边灌，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有。你看现在就在打扫了啊，要不然怎么办啊？昨天里面就已经先擦干了，就是家具啊。哈，有啊，伊唔够遮嘞呢，安尼嘞。风台。 啊，落大雨看情形，伊落到迄个水排袂出去，伊就离败啊。因为有7月底凯美风台的经验，不少民众拢有先将物件摊好悬，加强风台措施，减少财务损失。若是文武里有淹水，隔壁原来里淹甲搁较严重，厝内淹甲差不多至少有遮尔悬。 民众无用洗物件，人工岛这边同款嘛有淹水。大雨讲，虽然这摆淹水无顶届风台时阵遐尼悬，啊，不过水退速度确实较慢。淹到差不多3点钟，上无，几个来，整个都洗过了嘛，连隔壁那个公寓的1楼都洗过啊。2个礼拜跑不掉了，搬来这边6年，淹了4次，这种地方能住人。民众讲，原来里有西龙溪、左公圳2条水道经过合流，啊，不过最近2摆风台拢造成淹水，至于2条大牌拢无发挥功能。另外，风台强阵风扫过高雄，造成各地有真侪树仔倒去，影响交通。市长陈其迈再度视察复原工课。向辛苦的清洁人员说多谢，陈其迈强调，青山下晡风雨变较细了后，市府就赶紧展开复原工课，要拼3工以内恢复市区环境。预计的进度是在今天要完成主要道路的这个抢通啊。 那在3天内，我们希望可以恢复我们的市容。陈其迈嘛向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台中等县市说多谢，因为伊拢有派救灾人力来协助高雄，国军嘛派出10外人来斗3工救灾，希望会使赶紧重建工园。记者欧阳陈宏毅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